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嘅节目。今晡日嘅好生活事件，哇！啦，大家咧少間，我相信當到鄉親朋友都認識記得吼。係講要看鬧熱大擂台，跟天朝嘅認識記得，記得係馬沙咧，記得係歌手，都未從歌嘅歌手，又係東強嘅歌手。係馬沙咧，使到咧分享你今晡日嘅裏邊一開始咧，來分享嘅係你當未從歌吼，佢講佢小條吼是從提醒名哦，該是你嘅吳秀春吳太子係嘛？分享。主持人好，福喜來嘅觀眾朋友大家好。好，也是你嘅吳太子吼，今晡日吼當來到節目地度啦，大家來打嘴鼓吼。聽你咧分享嘅係帶到慶祝活動，好嘅歌愛路線上分享歌大哥。主持人好，全國嘅客家鄉親大家好。哦，哇！該你個歌大哥吼，一講每時節是要感覺樣有冇中氣十足吼，真是哦考驗吼。都是是飽飽當有啲。因為一般人來講，你從歌有肺活量，吼，所以你按講話一講以來吼，是感覺你上過動了量嘅感覺，吼，動好從山歌吼。從山歌一個條件，上來好嚇要認同，中氣來足咧，就咧從咧嗰度嘅好談。係，所以平常時要認同嘛。我衝下秋水。好，你衝下秋水係嘛？哇，所以吼，我想你一下吼，該從讀到鬧熱大擂台吼，你隻節目從歌從幾久咧？哦，我從山歌其實冇幾久，我係從差唔多3年前。3年前，你講你比賽比幾久咧？哦，比賽比年lang。年lang咧吼，要日比日歡喜麼？日比日歡喜，日快樂，日要善心，日要善心係麼？呢種當然吼比賽比當球吼，哇！記得佢講按幾百年下去揀比賽，哇！會感覺日來日緊張，會甜嘛？你會甜麼？其實唔會啦，比賽到啲啊嗬。非常嘅歡喜，非常嘅歡喜哈，因為成績嚟講還蠻好啦。所以其實講起來，要話國泰國嘅收到按歡喜嗬，其實因為佢講佢嘅成績清好。係咩？當地哦，當地嗬嘅表一下呀，係啊，表一下，而咩清厲害咩？唔太正係咩？呢個六強當然咩厲害。係，所以根本嘅嗬，根本嘅同你嘅鄉親朋友嗬，邀請到嘅吳太子係國泰國嗬，其實係因為嗬。兩個係新出爐嘅六強嘅歌手，做啲啱講嘛？做得咯，係啊，稱為唱歌嘅歌手，也係高手嘅歌手。係啊，嚇，即係估咗係六強嗬。六強，嚇，按用稱可以嘛？30-40線出來六強。哇！估咗按可以來嗬，你請有信心，我唔太知。係啊，嘅也係六強嘅決賽嘛，唔會同你嘅國泰國會。要變成敵人係嘛？你也是變多啦，變多咧。嗰種嘅牛嘅山，你們現在是嘅冇六人嘅世界係好朋友，嘅六人嘅世界去到推檔嘅世界就是敵人嘅世界。唔會競爭㗎，唔會嚇，喺你感情當好是冇咧。咁個講起來嗬，一般來講嗬，按理解鄉親朋友嗬，都當好從山歌，你咪按你客家人有冇？當會從山歌。當到人吼，青菜是兩記吼，是落個傳統嘅山歌啦，有冇山歌子啊、平板啊、上有冇？誒還有老山歌啊吼，用嚟上台跳來講小跳吼。誒你做啲講吼，當到誒你個鄉親朋友做啲講水橋村誒，水橋是做啲創出來，吼，佢到個台樹下，佢讓人飲茶打水鼓，以下吼是做啲來從山歌吼，古說講起來嘅。係啫，係佢用嚟會衝山歌咯。頭嗰種唐媽媽見唱，講阿媽媽同佢講四季八節，唐叫咧就地講，四季八節就會可以拿嚟唱平板啊、山歌子，攞山歌子唱得咧，就按你來。嚇，因為平板嘅歌子做得一架寫嘛。上台跳全部做得一架寫，全部做得一架寫出嚟歌詞哈，上台跳都唱得，都唱得哈。唔過平板。山歌子，老山歌，對於一般人來講，較唔係按簡單嘅。一般人就我想講佢
用油呢个伊难熬，唔敢冲啦。系啊，有冇给冲山沟的时间？有冇？有冇？你客家山沟有冇冲出来的时间？天上大雨，有冇呀？哇，转两天有冇？系哦，系啊，跟你青好迄嘛个平板你清无？系冇？哇，跟你讲你给小调没清理好。小调也没得，嘿，清理好。清理好啊吼，跟你我压下冰一下饭，你给国泰国可以嗨冇？你给小调清理好，无两天嘛。好啊，创下拄麻调，好了没有拄麻调，你合法拄麻调。好，鼓手压下，掌声鼓励分享一下好冇？好啊。张啊夜里来呀。梅树花开呀，就按容易来记住我呀，就按容易，哎呀，伊记住哪里啦？唔系，因为你个空气咯，有冇吼？空气你要保存你的实力啦，吼，迄做两讲吼。系啊，差袂记住到。系唱国台歌来你。品尝一下冲动用音，唱到以后，去唱的个小调，伊有味头，吼，老二比起来咧，差不多。上个俺上讲吼，老二上讲的本意两感音吼，有时是个火药味吼，冇办法，因为两感音感情贴好咧。好咧，系啊，不过该高台歌咧，高台歌用为按好冲山歌。哦，我从小带到竹东嘛，吼。竹东的工人，我始终我细时阵是创下有谈到一些一条老人家就来唱山歌，所以我特别细时阵，我妈妈是同我有时唱卖菜时，我是有谈到，开始谈到山歌的个味道啦，开始冇时间去学啊，我接触到山歌是差不多系民国18年的时间，嗰是天川嘅比赛的时间哈，天川嘅系安尼。山歌比赛当年一摆嘅动态嘅唱歌比赛，我是在台下呢做观众、听众在彈哈，喺彈到人唱嘅山歌，哟，嗰山歌用啱好彈咯，喺比賽全部高手嘛哈，這個唱出嚟山歌是當有味道，我是問嗰啲比賽下來人講，係咪要學山歌？嗰比個題名係是我介紹到我哋下先生。还是開始咧學山歌。冇想到嘅3年前少嘅你係學山歌，你一下才變成你鬧熱大擂台嘅錄腔嘅，吼，佢所以講正式係發揮你嘅你講潛力，你嘅想力吼，係冇從喺5點按落吼，該部行業要合到冇？其實咩我學到啦嚇，其實特別我唱我讀教會呢嘛，所以我唱啊要時間咪唱教會嘅詩歌詩歌，嗰時我是要涉獵嗰條歌位，有條範圍咧嚇。然後山歌對我嚟講是另外一個領域，其實用心咧學一下是好簡單嘅落去。好簡單咯，行業咁樣嗬，好入門好冇咁難哦。你本身是意味從高咧，該下你嘅舞台者有冇去從小調啊？因為你咪係傳統組嘅嘛，嗬，該對你來講，你知道你好強嘅係乜該調咧？好強啊，平板。你平板好強，咁你基本要會從平板冇？好啊好啊。哎，你基本要從平板，我想講我興去從平板，佢歌台歌是真是當怪講係從平板，你有準備嗎？其實來講，三台調隨時向愛唱還是做得唱一下。有聽到嗎？有哈，唔看係唔係真勁韓妹哈？我誒你哋下嚟總係歌數哈，總上分享一下好唔好？好啊好啊好啊，我哋唱平板哈。山歌了唱來難，傳福了音難，深愛是人難，也發了艱難。真勁哇！真勁凍好糖咧，好糖啊！我要來評分一下，
我是平时嘛吼，我俩有咧轻分数咧吼，我讲过嘅五台姐啦，你个高台高，基本一个萧条、比平板、平腹。你好，你错好啦。冇，我当然系讲平分啊，我到了边系讲马上学高分，定下可能哇，安种重地。不过讲实在话，每每从三个吼，一从是地。了解我意思，开口之地，嘿，开口之地，嘿，佮每冲也唔会冲哦，佮开口之地，像矮是唔会冲啊，你迄讲迄矮冲哦，佮一下就变掉诶，你有变掉诶，哇，这个无，佮唔过吼讲实在话吼，因为高台高，五台济，其实迄无强嘅味道。吼，因为西门人冲三个吼，尤其给他冲嘅迄小调嘛吼，不是有一种轻温柔嘅感觉。不过哎，你嘅高台高吼，冲三个嘅时间，讲实在话，有嘅西来年有冇？嘅啊，轻松嘅冲嘅一级弹感嘅感觉有冇？哇，很有豪气嘅感觉吼，嘅整件迄肺活量轻充足吼，但你球水唔係球假嘅。哎，有脸都是。少嘅清凉啊，係啊。不過冲三個有冇嘅困難嘅地方冇？會清難嗎？清難哦，我吃的是很做得的，很做得哈，唔會感覺難啊，只緊練必熟啦。真緊，我吃到就熟就好了。從個會練，其實冇乜嘅，太好老闆講皮布呀，冇乜嘅秘訣啦。講安下法就冇安尼，啥唔曉得講。不過講起來是安樣嘢，有天分，有才情，吼，剩下的。三分來努力，我吃到比哦，有天分哦，唔講我吃到緊練習係真重要嘅。我喺線上講吼，佢當時教一條歌，下面唱200遍，200遍，長做啲比賽，長做啲比賽，係啊，舉手我要200遍，你舉手要練到200遍，機動怪哦，佢大概都唱200遍以上，你係唱到亞分那落過500遍。500遍，過分是500遍，做啲比賽200遍，過分了500遍。過分500遍吼，跟唔太濟有冇？有冇？我可能20遍啦，30、40、50遍啦，唔用計算啦。安用是青豆誒，因為有天分嘛，青有才情，比如說安用是做得咧。青豆呀呢？哦，跟高台高是係硬練吼，伊未有天分。沒有才情，不過按緊練吼，是練得到。還有兩個也保養啊，我像我平時我就食碰湯，蜂膠啊，嚟保養我還有兩個。不過你下創出興趣咧哦。係啊，創有興趣吼。有啊，而且你成發仲係一部分呢，比賽要比到好起來嘅。係，是按樣嘢嘛，同吃東西共樣有黏頭嘅係冇。當然。你睇到要哪位要比賽，格格來做。係啊。因為說一開始冇參加比賽吧？一開始。我人人還冇強樣，我一開始我就去鬧嘅大擂台。一開始就去。我冇唱拍攝比賽。係加個體個幾多嘅活動係嘛？活動。比出來哈。偏專業。我人又冇強樣。我第一擺就去鬧嘅大擂台。一開始就去安泰嘅舞台。係，我係因為去鬧嘅大擂台來簽安尼。我攞嘅客家山歌台，係我喺度鬧嘅大擂台比出來嘅，比到咧我從當然去比。唔講而家係講自己鬧嘅大擂台衝出嚟過後，而去攞嘅比賽吼，做地講吼，如魚得水哈，他唔會緊張，講如魚得水一磨，因為高數還沒高數10分鐘，高數還沒清到。鬧嘅大擂台地塊高數哈，佢要先過啊40-43來比哈，出去攞杯冇強樣啊，200-300來比呢，強中只有強中數啦。也係當然講唔係有練過嘅吼，哦，鄉親朋友吼，還有乜嘅神奇嘅事情，先聊下，你定下嚟好好嚟分享一下。